嗱，痛經咧大多數係發生喺經期或者係行經前後嘅，輕嘅咧就係下腹部輕微咁樣劇痛、腰酸、精神疲乏，重嘅咧就係下腹部裂痛，甚至乎係有頭痛啦、噁心啦、嘔吐啦、腹瀉、四肢冰冷、面色蒼白，嚴重咁樣影響咗女性嘅生活同埋工作嘅。痛經嘅原因咧有好多噶，除咗遺傳啦、內分泌失調、受寒、心理壓力大之外咧，某啲營養素嘅缺乏都有可能引起痛經噶。咁當發生痛經嘅時候，女性嘅朋友仔係可以通過飲食嚟緩解噶。建議你補充維生素 B6，維生素 B6咧係可以緩解子宮收縮，並且參與雌激素代謝，改善激素分泌失調，有效緩解痛經嘅。嗱，我哋仲建議你補充鈣嘅。鈣咧係可以調節子宮肌肉收縮，穩定情緒，減輕痛經。咁研究發現咧，我哋每日補充1000到1600毫克嘅鈣咧，係有助於減輕經前不適嘅。嗱，我哋經期咧可以食一啲活血補血嘅食物，或者係飲一杯溫熱嘅飲品，例如桂圓茶啦、生薑茶啦。咁呢啲食物咧都係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緩解經痛噶。嗱，經期咧就最好唔好飲咖啡同埋可樂啦，因為咖啡同可樂咧都含有咖啡因，可以刺激神經同埋心血管，令到人嘅情緒緊張而加重痛經噶。發生痛經嘅時候咧，要注意保暖，亦都可以喺下腹部放一個暖水袋，幫助放鬆腹部嘅肌肉，溫暖子宮嘅環境，緩解痛經噶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